哇，昨天啊，那个中介热忱呢，你看，哦，开素食馆的呢，哦，你看，夫妻都很热忱的，他们，哦，放晴了，放晴了，哦，放晴了，变那么亮了，哦。哦，马莲，哦，出来外面晒晒太阳真好，出来外面晒晒太阳真好，哎。哦，那前贤那么早就来了。哦，哦，